我係家駒。阿瑪尼呢隻歌其實幾有意義㗎，唔係用音符寫嘅，係用戰火裏嘅童聲同彈殼撞擊聲編成嘅密碼。你聽，佢主宰世上一切，佢嘅歌唱出愛。呢個佢係槍定係上帝？我特登唔寫明啊！你望下新聞，聯合國話每日有1000幾百個細路死咗戰火。軍火商賺錢賺到爆，咩係和平？原來係一條計唔掂嘅數。烽煙掩蓋天空與未來，未來呢兩個字我唱到牙關打震。喺非洲我見到聯合國糧車被打劫，班軍閥拎住米袋當沙包捉防禦工事，有個阿媽拖住仔女跪喺泥地度，用樹枝畫出個笑面，無助與冰凍嘅眼睛流淚睇天際大悲憤。非洲童軍哥哥掛住比身形仲大嘅 AK， 但係腰間仲綁住個殘破公仔。我問點解仲留低，佢麻木個講，夜晚攞住先唔會發惡夢。咁錄音嘅時候我叫童聲合唱團，每人抱住和平公仔唱。結果有個女仔呢，唱到一半嗌到收唔聲，原來戰爭到最後傷痛係兒童。Amani Nakupenda 呢幾句土語係我由街邊聽細路哥嗌住呼喚先學翻嚟。Amani 係和平 ，Nakupenda 係我愛你，就係我射向天堂嘅求救信號。心千億粒愛心碎，監製話呢句太激啦，我忍唔住話你聽清楚，佢回音似唔似子彈嘅山谷彈咗彈去。今日呢，一切厄困，彷彿真理消失喺地球。91年歌非洲之旅，我見到因為戰爭，肯尼亞難民餓死咗不知幾多。到底呢個世界有冇真理呢？權利與擁有嘅鬥爭，愚昧與偏見嘅爭鬥。監製話呢幾句太政治敏感，但係我話唔改。我反問：醫院產房傳出嘅第一聲雁，算唔算政治？日日空可見飛鳥驚慌，展翅飛舞。驚慌二字突然轉假音，係學咗中彈雀仔嘅哀鳴。有次見過後生媽媽嘅戰壕餵奶，頭頂直升機光明，佢居然哼住兒歌。我問點解，個仔第日記得嘅係歌聲，唔係爆炸聲。原來母親嘅胸懷就係最後嘅防空洞。穿梭天際，只想佢自由。穿梭個音，我拉長到似戰機劃過咗美雲。錄音室個睇更阿伯聽到呢句，突然講起越戰往事。我當年揸直升機，最驚聽到地面有童聲叫媽媽。原來自由最苦澀嘅味道係傳譯者嘅內疚。Amani 呢首歌係和平個呼喚，記住啦，最勁嘅反戰武器係你個心中。小紅書